雪藏催生逆骨刀，嚴明熙轉投新公司聯手李克勤轟炸樂壇 ，TVB 高層望住流口水。當初點解唔至珍惜？2025年，嚴明熙 Jackie 用三新戰略宣示強勢回歸，新公司、新專輯、新合作。呢位曾被 TVB 雪藏嘅19歲小天后，如今聯手李克勤、鄭少琪等重量級班底，以逆襲者姿態席捲華語樂壇。鬆被封殺到被搶奪，佢用行動證明真材實料，永遠唔怕冇市場。而 TVB 錯失嘅，可能係港樂復興最後嘅希望。一離巢 TVB 第一擊，簽約做星夢工廠，掀行業地震。2025年3月，嚴明熙正式宣布加盟東方娛樂集團，呢間由內地傳媒巨頭出資5億成立嘅新公司，開出3無條件合約，冇綜藝綁定，專注音樂發展，拒絕強制參演劇集、綜藝，冇版權壟斷，歌曲版權歸藝人所有，允許同步發行國語、英語版本，冇地域限制，主力進軍內地、東南亞市場，提供千萬級製作預算。呢個消息令 TVB 高層震驚，據知東方娛樂挖角團隊直接開價 TVB 續約條件3倍，並承諾1年內衝擊格萊美華語獎。有內幕人士爆料， TVB 總經理曾親自挽留，提出解封所有資源加專輯全權主理，但 Jackie 團隊只回應遲咗。2王炸級合作曝光，李克勤擔任監製，鄭少琪親筆寫詞。新公司首波宣傳已經氣勢如虹。1首張個人專輯亦非震撼來襲，黃金陣容請來港樂教父李克勤擔任音樂總監，鄭少琪、周耀輝負責作詞，編曲團隊包含格萊美獲獎者 John Legend 班底。概念前衛，以鳳凰涅槃為主題，10首歌曲對應雪藏質疑重生等階段。預告片用 AI 技術還原 TVB 雪藏期間被消失嘅畫面。跨境預售，內地平台預售10分鐘突破50萬張，香港唱片鋪出現排隊搶購潮，價格被炒至原價3倍。2與李克勤合唱前浪後浪成現象級禪曲，呢首聚焦樂壇世代傳承嘅歌曲，發佈24小時即登頂 QQ 音樂、Spotify 雙平台榜首。歌詞暗藏玄機，被冰封過嘅種子，先至得點樣發芽，被解讀為對 TVB 雪藏嘅回擊。舞台設計震撼 ，MV 請來香港芭蕾舞團協助，嚴明熙穿着破舊舞衣在冰面起舞，最後冰裂開露出 Jackie 字樣。行業效應，樂評人指呢首歌重新定義港樂合作模式，打破前輩壓後輩嘅舊生態。3 TVB 錯失傳奇內幕，高層鬥爭毀掉親生女。回顧嚴明熙與 TVB 嘅恩怨，原來藏住公司內部權力鬥爭。1派系鬥爭犧牲品，方日花派系力捧嚴明熙做新港樂女王，計劃將其打造成下一個張敬軒。曾志偉派系傾向力捧自家簽約藝人如譚嘉儀，續約談判中故意抬高價碼，導致談崩。親眼所見，有員工透露，續約會議上曾志偉當面質問：你覺得自己離開 TVB 仲會攻？嚴明熙冷靜回應：我覺得歌手實力比平台更重要。2短視決策連環錯，雪藏期間資源浪費，將嚴明熙原定嘅聲生不息2錄製名額轉俾譚嘉儀，但該節目收視創新低，版權管理混亂，雪藏期間拒絕授權內地平台播放舊歌，導致真的了不起等作品錯失抖音曝光機會。公關災難，發言人曾稱嚴明熙發展未如預期，引發粉絲集體衝擊 TVB 總部，導致保安升級。4內地市場瘋狂搶人，鬆雪藏小透明到億萬寵兒。嚴明熙轉投新公司後，內地資源猶如開閘洪水。1綜藝節目爭相邀請，中國好聲音2025導師候選，節目組開出前集80萬人民幣加定製歌曲條件，力邀擔任年輕導師。這就是街舞飛行嘉賓與韓庚、劉憲華合作舞台，預計曝光量超10億。乘風破浪的姐姐5特別邀請，成為史上最年輕參賽者，主打逆襲勵志人設。2影視 OST 市場壟斷，《射雕英雄傳》合資大姐主題曲與周深合唱雙劍合璧，
影視方願意等佢檔期長達6個月。迪士尼動畫《獅子王》國語版插曲獻唱《Circle of Life》，成為首位香港歌手入選迪士尼全球青年音樂計劃。網劇《長安十二時辰二》推廣曲，一人包辦作曲、填詞、演唱，展現全能才華。5. 粉絲報復性消費，用真金白銀打臉 TVB。嚴明熙嘅粉絲用行動證明偶像值得。數字專輯銷量亦非預售破200萬張，打破張敬軒 Senseless in Hera 嘅紀錄。周邊經濟爆發，聯名潮牌推出破繭系列服飾，3分鐘售罄5萬件。應援規模升級，內地粉絲會組織百城亮屏活動，北上廣深等30個城市地標建築輪流播放嚴明熙宣傳片。相比之下 ，TVB 力捧嘅譚嘉儀新歌《愛》在 TVB 點擊量不足10萬，評論區慘遭 Jaggy 應援軍洗版。如果當初好好珍惜，邊會有今日？6. 行業反思，港樂衰敗，是否毀於家長式管理？嚴明熙嘅成功引發樂壇對 TVB 模式嘅全面質疑。樂評人批判黃子華在專欄寫道 ：TVB 用保護之名行束縛之實，以為控制藝人發展就能壟斷市場，點知時代早就唔需要提線木偶。前輩聲援，張學友罕有發聲 ，Jaggy 讓我見到港樂嘅韌性，年輕人就應該有膽識打破規則。學術研究，香港大學傳媒係將嚴明熙事件列為傳媒機構與藝人關係研究案例，分析舊媒體霸權如何催生新媒體反抗。7. 結語 TVB 後悔清單，第一項應該寫錯失嚴明熙。當嚴明熙站在公館舞台上唱出謝謝當年嘅冰封，先有今日嘅沸騰時，台下嘅 TVB 高層如坐針氈。呢個曾經被佢哋視為棋子嘅少女，用2年時間完成鬆被雪藏到被搶奪嘅逆襲，而 TVB 錯失嘅唔單止係一個潛力新星，更是港樂與年輕世代接軌嘅最後機會。正如網民所講，嚴明熙嘅故事係一部活生生嘅港樂救亡啟示錄。與其埋怨市場唔給機會，不如學下點樣尊重人才。否則，下一個被時代拋棄嘅，可能就係 TVB 自己。今日互動，如果你係 TVB 高層，會點樣彌補當初嘅錯誤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挽救方案，一齊探討港樂重生之路。